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我的车行到伊就按摩伊就丢，哎呦崩空啦！礼拜日文强你来去找我们过年啊！哪有？好油鸡，好油鸡，做不来鸡。麻花糖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酥、清汤、茄巴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查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米烧鸡肚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早起真正是好的早起，香火味为花园，予风一阵一阵压来。赤鸟啊，叽舞叽叫，跳舞伫定情果子树的中间。日头咧出，光线照到厅中。福元伯透早起来得洗面，日头看见伊的后生天树啊，为大门入来，面红记记。空空颠，身躯臭酒现。爸，五早，天树啊，你是搁出去食酒，规暝无转来啊？是无？天树啊，等无听见，就片对房里入去。饲到这个真正是气死老命。嘿嘿，无啊，我转来啊。伊的负责人甲伊烧酒问，做因大家去食饭。这个负责人是新妇仔邀的，生做会得过，可惜无读册，搁白细骹，所以逐项较软正。借问天师有伫个无？你找伊有啥代志啊？我是保米老派来收孝的。要收啥物孝啊？请问你是？我天师啊，因老爸。哦，原来是福元伯啊！这是恁公主天师啊，踮阮保米楼开菜单欠的飘窗的钱啊，总共是15块。恁公主交代阮来遮收钱啦。这个毋正经，实在可恶。论天师啊，有影真可恶。这是山珍海味，青是绫罗芳丝。因老爸早时有寡家伙，拢互伊开了去，佮包饲一个查某伫泰乐园，无想要做正业。兄弟济济拢拍算去，只有剩一个小妹，今年8岁，甲迄个新妇仔某一家共5人，爸母又老，小妹伫细汉，本身毋做工。搁拍喷开，所以家内真涩。老爸虽亡60年岁啊，
也着常常出去做小可生意啊，来添头贴尾。早前福原伯啊是好过的人，因老爸捌做知官，伊少年当先拿也干破几若骹。少年的时极富裕，要食饭就口前泪果，到今仔日食老啊，才来受苦到安尼，不知怨心切命。搁早起接到菜店开单来讨钱，啊！老伙仔气甲喙手喷喷喷，骹手落落搓。我毋知啦，这钱我无要付啦。福原伯啊，你太讲毋知，即条小单顶有恁公主的手印，哪会当偌钱？既然是阮后生的手印，啊，这条小你着去找伊讨啊。那安尼阮就无客气啊哦。喂，天树啊，你开查某欠15块银，当时要付？哎哟，少年兄，莫安尼啦。总是福原毋嘛惊闹事，啊，互人店门口嚷讨钱歹势，就紧入去内面，将伊的乌金摕来，额一蕊乌金花，我3钱重，值我16块，头压互迄个人。大概福原毋嘛的金器也变袂了啊，剩2、3项，但乌金花阁互人拄少，就剩2项小可尔尔。毋过为疼囝就无惜，福原伯知福原毋将金仔互人拄少，就阁较无欢喜，举一支棍仔为因新妇的房里就入去。阿爸。你这个毋正囝，我使恁嘞！福原伯啊，出大力为天师啊，就讲落去。少年好骹手，闪避讲无着。天师啊，为因爹的锤啊抢起来，甲木互倒。啊！哎呦！啊！老伙啊，煞为互定落去，挨一个煞点点。福原毋嘛伫灶骹。听见新妇的房乒乒叫，老的直直窜，就走来看。到中厅，听到人摔倒的声，一个煞点点。阿爸，阿爸！哎呦，老的啊，是安怎？救人哦，救人哦！厝边咣咣滚，紧走来看。有的紧甲口刷，有的紧甲强舞接。福原毋嘛，一时心乱，哭哭撞。救活半点钟，福原伯啊才回魂。人在救因老爸的时，天师啊做伊出去。后来请拳头师傅来看，才上药，多正礼拜才起床。厝边看见伊即落囝。就甲福原伯啊参详讲：你写禀对官厅入，互伊去关店普龙遮的收容所教示一下。我阁想看卖。福原伯啊起头真毋甘，后来看破教无法，就去禀报官厅。3、4日后，警察厅就来调查，大声叫去留大几若日。问爸母的意见，拢同意，就送落法院。7月初8顶埔8点公判。陈天师做贼跋筊8摆，强奸妇女济项，搁一摆的5月大大不孝，判你关伫普龙所6冬。普龙者收容所伫蒙古路头。着坐活正10日的火车，天师互看守的上车的时，福原甲新妇查某囝米怀啊，开声哭甲嗷嗷叫。
天使啊，面拢无活出去看因，毋知是咧毋愿因甲伊入禀，也是咧忧闷。无情的火车直直行去，福原毋一时煞昏倒伫涂骹。阿母，阿母！车站的警察紧走过来，站长予福原毋啊提点冷冷的椅仔顶，紧舀冷水来甲伊捂头壳甲胸坎。停喋仔久，就知人。站长搁添淡薄仔葡萄酒予伊啉，倒精英。这是老人火气虽烂，搁一时过头烦恼，火煞抱心。伊精神起来，甲新妇查某囝言落好，因三个袂输亲像送终转来共款。哎，我实在真歹命，真好业，打散车，囝少年煞死，剩一个又搁不好，随望我也搁亲像死。啊，迄就是替咱驾驶。军队若是袂改变，不时定定怒气，歹名声毋值得离咱远远。生死是天数，春晚若要死，踮厝内定着人三做，也搁较危险。对啦，去遐食困正常，搁做工运动，破病有普隆索医生便便，比伫厝里腰搁较稳哦。大家一喙一舌得甲伊苦劝，总是福原毋听大家所讲有理去，就受安慰。个福原伯也得骂，安怎遐毋甘输赢，都毋敢搁好。时日真快过，为天使互赶入来，目睭里念伊要活死当啊！有一日，天使啊，着长吉夫士的病真伤重，为肠啊2摆出血，药医按算医袂好啊！阿爸，阿母，迄时伊亲像要死，良心发现。想到伊的爸母，阁亲像又阁看因老母伫车头在哭，对安尼一时伫床中流目屎，想讲天公伯啊，这项若会当互我好起来，我一定会改。我要好好啊友好我的老爸老母，毋过病已经这伤重啊。天无放杀人，既然有一丝仔反悔，病就渐渐好。9月外日后，就有缘复原。伫家内规矩是真严，每礼拜有请几来牧师来伫家内讲道理，互犯人听。总是天使啊！敬硬心，有时得破病，一项迄项毋愿承受道理。讲因老母为车头倒去，到今仔日4年啊！逐时念伊的囝，阁为法院通知，讲因囝伫半路走犯，加定2年。心若艰苦，想到就好。啊，天使啊，下某，伫伊要去的时已经有身，去了正半年，就生一个查某囝。囡仔的老爸即阵伫咧做工，互阿嬷直直等。我看即个查某囡仔，就甲号做马蛋啊好啦。马蛋啊！今年4岁，噗噗跳，真活动，得人疼，总是毋捌看见老爸。
新妇若看这个囝，也是目屎准饭吞。福原姆妈的目睭定定好，煞变真雾。福原伯老伙仔去买咸酸甜，大家新妇甲人洗衫热尖来度过日。小妹美惠啊，今年12岁啊，小学校2年生，生做真水，乖，阁熬读册，通做堂家的安慰。阁讲到天数啊，胃病后，心一丝仔较反悔，所以较骨力做工，逐项照规矩有礼数。为安尼，普隆所长就特赦伊存5年，到5年足，归家第5年的6月尾，为家乐有一张批寄转来。阿爸、阿母，阿兄对家乐写批转来啊！啊，天数啊，写批转来啊！紧甲拆开，批内面写啥？阿兄讲。伊伫遐破病险死，如今伊有反悔，家业长要互伊伫后月日转来啦。天公伯啊，保庇啊！天数啊，要转来啊！阿叔，阿兄会当转来安尼，足好诶啦。天数啊，妈等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恁阿爸会当转来啊？阮阿爸要转来啊，我会当看到阿爸。天公伯啊！多谢哦，感恩哦。到7月15日早起，天普光，有一个人业乖啊，穿草鞋，衣冠整齐，派迄个包袱啊，直直为大门入来。福原姆啊，透早起来要开门。阿娘啊，是天数啊！阿娘，我回来啊！天数啊！天数啊，跪落叫讲：阿娘，我得做天，也得做你，我真见笑，唔敢叫做你的囝。一时惊醒福原伯，内面的人总出来。天数啊，阿爸！天数啊，天数啊！厝边大家拢走来看。毋知叫是啥人砸没死，厝边看了也欢喜甲袂顾得。妈等啊，伊就是你的老爸，紧叫阿爸。阿爸，乖，我的宝贝查某囝。一时厝内大欢喜，就念伊备办食早顿，食饱偷包袱。哪有遮侪钱？这是我入家个5档赚的钱。要换300块，阿爸，这个钱都互你发落。好，真好。我伫家乐嘛有学着一项工艺，我会晓做藤椅甲藤篮，功夫真好哦。有这款功夫，安尼以后生活就免烦恼啊！一家的欢喜，学得形容，亲像要死的家庭搁复兴。我来去买菜，下暗。放较青草咧，请厝边隔壁大家来斗欢喜。天数啊，也不知入志，为遮起要认真经营的款式，就将所有的钱一半去买藤来开藤椅店，店号做复兴。做年外生意真好，可惜趁有钱，煞带细姨。细姨靠势人权，内面吵吵叫，不时冤家。细姨是相当好过的人的查某囝，阁有读册，所以得天数啊疼。款待大某，煞变做亲像查某囝。马蛋啊，要一针也着对因阿娘摕，因为因老爸叫马蛋啊。就爱叫细姨阿娘，啊叫大某做阿母，啊可怜哦，为伊受苦欠家，
酒青歌的头毛结发。今仔日拢无一丝仔想到，着主角连洗伊的衫也着甲伊洗。要出去，若无问洗伊有啥，都毋敢去。总是大家较疼大的，因为是伊自细要的那查某囝咧。所以有一日，天使啊出外补货，厝里两个大某洗伊冤家。喂，查某，你衫是安怎洗啊？我一领裙，互你洗一个撩屁屁。你较贤洗，无你家己洗啊？你这个查某真好大胆，竟然敢叫我做查某干的工课。你较差不多咧。秋霞是阮陈家的新妇，毋是查某干。伊较早本地就是恁陈家抱来做查某干的啊！我敢有讲毋对？你敢甲我拍？是啥物代志啦？喊甲大细声！淑芬啊，是啥物人甲你欺负？还阁有啥人？那嘛恁陈家的新妇啦！秋霞，你为什么要欺负淑芬？我无啊，是因为啊，天使啊，你是拍秋霞要代？我早就甲交代过啊，叫伊莫卡袂着，要甲淑芬计较，讲袂听。你毋知头嘛毋知尾，一入门就拍恁某，互别人看。啥人是别人？天使啊，你看啦，我过来恁陈家3冬啊，逐工无闲替你换家，厝内外帮你拍牌，还阁互人当作是外口人啦。我实在做毋得咧，我也是出去较袂顾人怨啦。淑芬啊，莫安尼啦！阿母啊，佮较安怎讲？淑芬嘛是你的新妇啊，你若当家当作外人。我的新妇敢若秋霞一个啦。阿母，淑芬，你手办，莫甲我扣啦！我要出去，啦！淑芬啊，你莫阁吵，要出去，我一个人出去就好啊。秋霞，要出去做伊出去啦，我倒毋信伊会当走去倒。天使的大某切心走出去，要去跳港，好佳在，互一个伫溪仔边钓鱼的人救起来，死无去。天使啊，一时也真惊，细姨连惊我来看都无，做伊困。警察真生气，叫天使啊去派出所骂。为遐起，天使啊一丝仔较毋敢搁拍秋霞。一日，有一人来甲伊买10块提议，讲价的时，大家加话，算哪嚷哪大声。福元伯啊出来发，卖店煞相拍。无钱阁加大班，你若买袂起就莫买，毋免啰嗦啦。无钱，像你这种伫普隆所拐过的卡小，原心不改。恁爸钱较济，嘛袂用甲你交关啦。你讲啥？迄个人客骂伊扑弄假货，原形再现。天使啊，起骹甲伊踢一下，人客倒落去，停真久，拢无鸟。伊知是歹事啦，就起骹逃走。检察院甲保定城赶入要病院长来验，结果是脾脏破裂，当场死亡。警察对天使啊发布全国通缉令，搁出赏金，抓到的人赏金400，来捕的人赏金100。福元伯啊，因两老的烦恼甲袂讲得，店收起来。细姨看天使拍死人，无偌久就转去后头，请李岩转嫁。
厝内剩毋正钱，一家五头喙也是真恶过。天厝外的负责人，有缘就搁甲人洗衫热尖来斗起家。到马等啊8岁，就互伊入小学校。迄时美惠啊15岁，小学校6年。阿姑孙啊，逐日带去读册，逐日下晡时啊读册煞。美惠啊甲孙啊常常去捡番薯、捡茶。有一日，伫保定城的教会，伫学校休热中，有顺机会开儿童下期学校。每日大人囡仔几若百人，讲师真有囡仔缘，敖讲囡仔歌、画红啊，搁教心识歌，也有女教员的音乐，真够帮赞。美惠啊，也甲因孙啊带入去听。迄下晡，先生咧讲一个故事。人有啥物艰苦，若有耶稣，就会得到头棒，行平坦的路。讲甲真好，转来讲互阿娘听。因阿娘真欢喜，讲：敢有影有即件事？伫倒位咧讲？伫拜堂，每下晡2点讲起，嘛有大人去咧听。明仔咱才偷出来去听。因为福元伯是极信佛，前无头路，也捌去做法官，所以真铁气。若听人伫路边咧报道，伊就甲人吵咧，才甘愿搁行去。真够激的怨恨道理，所以因毋敢互伊知。福元姆含查某囝、查某孙，连连去听3、4日，也伫拜六下晡，囡仔的聚会已经煞。先生看大人真济，就搁将约翰3章16节做题目，搁讲话30分钟久，互遐个大人听。福元姆啊，听了大大感动，挡袂牢煞流目屎。到煞，伊就我去问先生讲：先生啊，做毋知要救我毋？先生看伊在好，佮所问的话是真实在，就将济话安慰勉励伊，有请伊明仔来礼拜。我毋敢，因为阮翁是大反对耶稣教的人。安尼，我请一位英国姑娘，明仔载去恁兜，带你来礼拜好无？安尼好。迄暝远，福元姆一心真欢喜讲，今仔日得到道理，论得救的事还袂明。毋过，伊想讲有主会替伊偷开重担，凡事会互伊的囝平安转来。毋过，一心真惊，因为老的毋知，明仔载姑娘来，若互伊歹声扫，就真失礼。想了规暝，煞免困。过当工，姑娘甲一个主日学的女教员，就来找因。福元伯伫房里，听见有人在讲耶稣教会救咱，毋免烦恼这项迄项，为面床扯起来，开声就吵。啥物人伫遮咧讲啥物耶稣的代志啊？好啊，你即两个阿嬷反驳，恁来遮要创啥物？老的啊，你安尼甲人骂，足无礼呢。人伊来是好意。福元伯将薰吹头，就甲福元姆牵落去。哎哟！讲到头遐，火渐渐流。阿爸，毋通安尼啦！新妇紧为福元伯的薰吹，甲伊落条咧。阿娘，
阿娘。自日学的女教员紧走去对面洗衣店，摕面仔甲药仔，好带来甲伊指挥，甲伊顾。毋过，福原伯真无欢喜，还好直直骂：烦啊狗，死了无人哭啦！到有一日，福原伯下骨直直拄起来，真伤重。查某囝新妇拢跪地替伊祈祷。福原姆定坐踮面床头讲道理，互伊听，听了大受感动，倒欢喜信耶稣，家己也常常祈祷。到8月半迄暝，月真光，半暝后翻1点，忽然病真伤重。5个人拢先拄久去，忽然听福原伯话讲：“主啊，我的车，请你接了我。”啊，老爷！福原姆因大家哈精神，看伊的气已经长，享受69岁。阿爸，阿公，老爷，你哪会安尼做你去？阿爸，阿公，福原姆一心大忧闷，台面大家开声吼，总是一面受安慰，因为知伊有互主拯救。讲天数啊，踮南京附近庄社的精美工厂做居里，度过日。有一日，念着破病，是马拉利亚不时放，人变真瘦真歹看，无人通照顾伊。衫裤破奄奄，身躯全身头毛拍甲球，困伫一间破酒间寮啊。身躯臭显地大，只有狗是伊的好朋友。为遐过的人，济人配喙烂，有的黄鼻孔。啊！到这天数啊，家己想了情真，要转去也无路费，身躯只有剩8점钱。啊，若转去，互人知，人也是要掠。进无步，退无路，准得活咧也是死，学得有出头天的日子。想来想去，就决心要互火车到，结果无成，互人掠去送警察局。警察一查，发现伊是杀人的通缉犯，送北京法院，宣告无期徒刑。甲伊送去北京关押。要出发坐火车去北京加压的时，福原姆啊、甲新妇、甲美怀啊、马蛋啊，四个拢去车头看。福原姆就甲天数啊讲：“囝，你的阿爸已经伫去年8月15中秋暝死去啊。”一家剩4个人，美怀啊去入女学，马蛋啊去读小学校，艰苦的过日。毋过，咱全家拢有拜上帝，精神上有所安慰。总是天数啊，要是万分道理。毋过，即阵听因老母讲牧师的后代，甲小妹美怀。受姑娘帮赞去读女学，一时煞也是甘心。毋过是这耳入，迄耳出。福原姆讲了，就跪落去替伊祈祷，
求上帝救伊。上帝啊，望你会当救阮囝天使啊，望你会当疗赦伊的罪行，互伊得救。天使啊，每日伫家内做工，寒热也常常想念着迄日伫车头甲老母母囝搁相认的光景，都定定家己流目屎。讲厝里福原姆的祈祷犹阁无野，知囝是无期徒刑的死犯，总是伊的信无变换。对听道理到今仔日，已经为囝每日祈祷2年外。到今仔日，伊无一丝仔的良心。毋过，厝边的人是安尼想：福原姆遮尔糜烂祈祷，哪有啥物路用？因后生今晚嘛是会互人称决真戆哦。伫迄年的8月12日，是天使啊入家做无期徒犯的满1年过3月日。伫迄暝有非常的大地动，是差不多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的大地动。迄时天使啊的家乐房也拢倒，大概犯人也拢死，总是迄时天使啊无死。迄碟伊顺机会就偷逃家，市内真乱，所以伊拄着好机会，直直逃走，走到田庄直直去。后来日是暝，暗时走，一帮伊毋敢走为别个都市去，是直直走入山，就走到离北京60连铺的深山。去遐做山贼。有一摆，天使啊遐的贼洞退水的时，伊走了路乱去，煞无着抓，含尾含溪落去，含溪真深，所以爬袂起来，互人活掠着。人用绳仔甲伊捆捆咧，甲伊解送互警察。警察甲伊送落北京的法院，宣告死刑。阿娘，好消息！好消息！是啥物好消息？皇帝直下天下，天使啊，对死刑变做无期徒刑啊！天使啊，要互人称决啦！啊！上帝真正救阮后生一命，感谢主，感谢上帝。原来是皇帝今年40外岁啊，皇后连生几哪个，拢是查某的。迄日皇后生查甫囝，真大汉阁水，所以皇帝特赦天下，要互死犯拢变做无期徒，无期徒会变做有期刑。为安尼，天使啊，就受赦做无期徒的犯人。讲天使啊，日日勤勤做工，定定互家乐长大学佬伫众犯人的面前，定定好品行的表彰互伊。啊，通欢喜！安尼，看有望通出家一袂。时日真快过，连伊过明年的3月，家乐的看守煞大家真信用天使啊，无甲伊连啊。天使啊，胆也袂偷走啊，时时看圣经祈祷。若在做工的时，定定吟诗。家乐长也是信主的人，对安尼真欢喜，定定将要紧的事交代伊做。
第3月初4日，家乐阁接到特电，讲今年是国庙70岁的大生日，所以国庙爱要特赦天下。阿娘、阿嫂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是啥物好消息？阿遐有洪太后下面无做，会当出港啊！美怀，你无讲毋对，敢是真的？天数啊，天数会当转来啊！是真的，这是阿兄写转来的批。阿兄讲一礼拜后，就会当出甲倒转来啊！天数啊，上帝真正甲我的后生救转来啊！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阿母。天数原本是写作有机图，总是家乐长特别申请，上奏伫朝廷，讲明天数的情形，互洪太后国庙听，国庙真欢喜，倒大特赦天数做无罪。天数伫3月12日，倒放出家。也伫家内关2年外，趁100外银，欢喜甲家乐长相时转去。大家家内真欢喜，这帮的欢喜是真的欢喜。前帮为蒲龙所转来是暂时的反悔，这帮是真反悔。转来全家信主。福元恩到这也活70岁骹斗目睭师总是要留空间。马蛋也11、2岁小学校4年册也是真熬读，阁乖。天数的妇人人也真熬教囝，热心靠主，为着丈夫守节劝家。爱世间较侪即落妇人人啦，到今仔日，大家团圆，欢喜甲流目屎，来感谢上帝。为安尼，就搁开珍衣店，店号做再新兴。为安尼，生理悠远直进，母囝、爸囝、翁某真和。天数到这点，大大反悔以前的不孝、浪费、放荡、贫惰、贪心、苦毒无囝，带细姨的毋对。到这，知伊的某真正是宝贝的贤内助，所以就真疼伊，将家事拢交代伊的妇人人设法。伊的妇人人也是真熬理家。所以直进，时日真快过，连伊过2、3年，福元也要伫咧，厝里都哪存钱，日日快乐，热心服事主，享受快乐大团圆的家庭，各归荣光上帝母亲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由罗仁新牧师原作，萧丁春老师改写，
王叶红大公司编剧，剧中的人物福原伯啊、王团结演出，福原姆啊、夏菊华演出，天使啊、大公司演出，新妇秋霞、苏映如演出，少房詹耀峰演出，厝边人客吴对坤演出，厝边陈美云演出，法官牧师黄新地演出，美怀杨派玲演出，麦等的郭定仪演出，细姨淑芬洪昭文演出，口伯洪淑芬演出。